大家好，歡迎嚟到 Sing and You 音樂學院嘅常見問題解答環節。你可能想知道我個細路可以參加小組課程咩？定係只能夠參加1對1培訓？Your mark, okay. The second thing, like you have to sing up and down the floor, like a story, telling a story. Good job, good job. You like singing very much. Good. You like this class? Give me 5. Good job. 你嘅孩子可以根據自己嘅學習風格同需求，選擇小組課程同1對1培訓課程。我哋深知每個孩子嘅學習方式唔同，因此我哋提供靈活嘅選擇，以提供最佳嘅學習體驗。Dr. Steve 喺 Sing and You 音樂學院嘅課程設計兼具吸引力同有效性。小組課程中，孩子們可以從互動、活動、同伴激勵同協作學習中受益。呢啲有助於培養社交技能同音樂天賦。對於更鍾意或需要更多個性化關注嘅孩子，1對1課程提供量身定製嘅指導，以培養佢哋嘅個人優勢，應對具體挑戰並加速進步。Dr. Steve 將豐富嘅專業知識同埋熱情帶到每節課中，確保無論係小組課程定係1對1課程，孩子們都能夠接受高質量嘅培訓，從而培養自信、技巧同埋對音樂嘅終身熱愛。兩種課程均採用適合2至15歲兒童年齡嘅內容同埋實用嘅發聲技巧，使其成為處於音樂旅程各個階段嘅年輕學習者嘅理想選擇。Hi everyone, thank you for watching this video. I hope you like it. Don't forget to subscribe. If you want to learn to sing better or sing like Celine, go to singandyou, singandyou.com and check it out. Bye bye. 叶家长也跟我说，就是在外面学了5年，好像是在我的课堂里面学3个月的时间。